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初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早头一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防车已经送到咱台湾，计共117000吨的 AZ 预防车是对韩国送到咱桃园机场，由警察车沿路护送去冷冻物流中心。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是咱台湾向 AZ 药厂买的，伊事先嘛无收到通知，嘛是昨早9点才知影，那10点半就已经送到位。大韩航空 KE691班机早起10点21分为韩国来到桃园机场，地勤人员赶紧迎接，因为机场的 RKN 冷藏集装箱内是头一批来台 AZ 疫苗快速通关了后，警车暂停护送载着疫苗物流车，要确保疫苗安全。车队离开。也毋过，相关人员真低调，一直到下昼指挥中心记者会，由指挥官陈时中亲自证实，这是向 AZ 药厂直接采买的1000万剂的一部分。这是 AZ 跟我们签约里面所要提供的一部分。COVAX 还没来了，目前来讲，在国际各个疫苗大家都趋于抢货的一个情况。好，那连供应商本身到底能够在这个现在比较紧迫的时间能够提供多少，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我接到讯息的时候，应该是看9点左右吧。这批疫苗来台前高度保密，连陈时中拢伫会联记录地前1点外钟才收到消息。来到台湾了后，运送过程更加是爱细致。载运11.7万剂 AZ 疫苗的班机10点21分来到桃园，也以冷藏集装箱维持低温28度。会务报关程序并不是进行讨论的机边检防，而是行一般货柜运送模式，也无免检免税，快速通关。由警车护送到指定的冷冻物流中心所内，都是为服务事务署要启动检验防检程序，要拼7日来完成。当然，他要通过我们相关有的 EUA 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文件，那然后就会运送到仓储的地方，然后在仓储的地方，那食药署就会先取样，好，那然后就是保证这里面不会，就是说确保的东西是一样的。头一批新冠疫苗来台，陈时中以随时欢迎好朋友的心情来迎接，也讲到供应商若有需要，国际航空也愿意协助运送。也毋过台湾甲 AZ 药厂签订的1000万剂，也欠900多万剂。陈时中认为，即马大家拢咧抢货，这批疫苗虽然数量少，也毋过有完真有意义。更加广告初步先后11.7万人有81%的保护力。第二期需要隔8至12周，疫苗来台敢会当赶上注射连接的速度，但是中乐观对待。记者综合报道。这117000吨的预防车，疫情指挥中心表示，会先予第一线高风险的医护人员大型注射，上紧伫1礼拜后会当开始注。也毋过韩国因为有人注 AZ 预防车了后，雄雄死亡。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目前并无证据会当证明讲死亡甲注预防车有直接的牵连。也毋过嘛建议讲，药物有过敏的人暂时莫注。台湾甲固定 AZ 疫苗抢买第一批新冠疫苗，初3早起运到台湾。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按照新版的公费疫苗优先顺序，这117000多剂疫苗会先予全台接近医疗院所第一线医护人员，风险等级第一级的差不多5万人，风险第二级的有127000多人。先开放直接照顾含采检 COVID-19 确诊或疑似个案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先开放起。然后接下来是非直接照顾COVID-19 确诊疑似个案的第一线。陈时中表示 ，AZ 疫苗大家人爱注2剂，注第一剂22天了后，有71%的保护力，2剂计12礼拜保护力81%，已经针对有资格注的人做测，健保卡顶悬也注记。是毋是愿意注册个人，也是有春节开放下一个顺位来注。另外，韩国团处民众注 AZ 疫苗了后死亡案例，指挥中心强调，目前无证据显示死亡个案甲疫苗有直接关系。不过建议对药物有严重过敏反应的人暂时莫注。过去如果有对类似疫苗有过敏反应的经验的话，过去是对某些药物会很厉害的过敏反应的时候，那也许是担心会不会接种以后会产生厉害的过敏反应，是比较建议暂缓接种了。
新冠疫苗什么时阵用做？陈市长表示，是药师爱先做检验，定数上紧7天，不过因为是第一批疫苗，所以相关定数会较谨慎。药厂准备资料愈齐全，就应赶紧做，摕到第一批疫苗对台湾防疫真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目前，真侪国家拢在做预防射，严格包括日本、南韩甲香港，拢传出有人注射了后熊熊死亡。嘛，因为安尼生，香港出现对预防射无信心的状况。资本是资本讲要去注射，严格尾也拢揪去。根据统计，香港昨昏就要挖一半的人约好啊，煞无到位。香港伫最近开始做中国的科兴预防射，验估一位63岁查甫人2月2日治疗出现喘气困难的症状，2天了死亡，也是香港疑似做预防射了死亡的第一例。注射中心本来排甲落长，消息传出来了，期间本来有约要来做的民众有一半无来。新冠预防射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第3号开会。认为死亡原因跟预防射無直接關係，預防射計劃會當繼續。有打疫苗同埋冇打疫苗咧，佢短期之內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心肌梗塞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咧，我哋可以好清楚界定到佢嗰個死因咧係因為嗰個嘅嚴重嘅心血管問題而導致個心肌梗塞。喺咧南韓也出現2件做 AZ 預防射了死亡嘅案例。第一位患者50幾歲男性，住伫咧療養院，隨二早起自下晝就心臟病驚起來，喘氣困難，隨三早起死亡。另外一位也是住伫療養院嘅60幾歲男性，頂個月27自一天後發燒，規身軀嘅肌肉痛，送醫了，伫咧隨三死亡。患者本身有腦血管嘅疾病史。2個人的死亡原因是唔是跟做預防射了的副作用有關係，也有伫咧調查。금일 코로나19 예방접종 후 사망으로 신고된 2건 사례가 보고가 되었습니다. 현재 역학조사 및 피해조사반을 개최해서 인과성에 대한 내용을 검토할 예정에 있습니다. 日本出現第一件疑似做新冠預防射了死亡的案例，死者是一位60幾歲伫咧做醫療業的女性。頂個月2人做輝瑞 BNT 預防射了，這個月7日死亡。負責注射醫療機關伫7日所公布的報告顯示，這位女性無基礎疾病或者是過敏史，死亡原因應該是低度無下出血是腦中風的一種，無法度確定是唔是跟做預防射有關係。もう一段ギアを上げないと間に合わないという事態が生じ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首都圈1到3關的緊急事態宣言期限是到7月，是唔是國際繼續？首都圈的省長講，除非是感染情形有進一步改善，若無對解除宣言是持典型保留的態度。記者綜合報道。鏡頭帶過來，咱來關心天氣。今仔日東北季風減弱，日時溫度會回升，也毋過早暗較涼冷。咱來看雲圖，這兩天受華南雲河區向東邊刷震動的影響，各地雲較高，嘛有局部低接雨。日時溫度會回升，北部、東部高溫有24度，也毋過早暗較涼。各地低溫是14度至17度。今日西半部到大霧雲較低，影響能見度。那中南部空氣品質是感覺是個提醒。拜六的時方面，個月來個月晚間，溫度個會下降，各地嘛有機會會落雨，會落到禮拜日。也毋過較無彩的是，這座方面雨水量無夠濟，無法度解除咱中南部可患狀況。恐嚇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昨昏宣布講，新竹、苗栗、台中生活用水要改做規工減少水壓。親像是游泳池、三溫暖、洗車的業者，這毋是工業用水的業者，即馬欠水率嘛要對10%提懸到20%。高壓水情將車的垃圾沖掉，洗車業大家用水量無算少，互經濟部水利署特別會工業用水大戶，過來水情繼續緊張，省水措施佫較嚴，業者只好想辦法配合政府政策。用水情安尼可以用到2台多，會當洗2台外安尼，啊，你若用大缸的，當然
沙滩嘛无够。旱灾中央在海应面中心车站推第9摆的工作汇报，虽然先到苗栗、台中、北中、嘉义、甲台南水情停雨，维持柑仔色停雨，啊，不过因为先到苗栗、甲台中地区主要水库水位继续下降，宝山市、永和山得基的调水率无到13%。为即么开始，这3个地区的民生用水为原本的夜间减压，改做全日减压，为工业用水大户省水率也加减20%。嘉义、台南地区的省水措施是维持不变。减压的部分啊，会造成我们冰块的量会减少，然后冰块的量颗粒也会变小颗，然后水压的话减少，就是我们洗东西啊，水要开更久，让它水流更久。曾经业者甲一般民众烦恼，若改做全日减压供水恐惊无方便。啊，不过水利署表示，应该只有较悬的地区，加水供尾的用户可能受影响。一般的用户的影响不大，在自来水管末的这些用户很有可能因为水压减少的关系导致发生用水不便的情形。那这个部分会由台水公司它来加强监控。对同款水情柑仔色停雨，省水措施所无同，嘉南地区无加严，水利署解说，因为甲中部严重欠水比起来，高屏溪也可能稳定供水予南部地区。希望3月份所来期的方面沿回水库带来水量，才能赶紧解决欠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上山分局进前伫网络巡逻，发现一个毒贩，警察昨昏竟仔甲伊相约，结果对方竟然嘛是警察，伫刑事局指纹科一个姓李的警官，互掌着了后，即马是依照毒品罪移送法办，刑事局嘛决定要记伊2支大告，甲免职。来看联合报。中华职棒的会长蔡其昌上任了后，昨昏是头一摆去拜访中华棒球协会的理事长高仲亮。针对咱台湾的棒球队要去争取东京奥运的门票，因的看法是一致的，讲要组一支上强的台湾队去抢奥运资格赛的门票，目标是今年的东京奥运，咱要摕金牌。来看《苹果日报》。互香港政府指控违反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共起诉47个民主派的人士，申请交保的开庭审理，经过3天60点钟马拉松的审问，甲单也无结果。昨昏的直播有时有画面无声音，转互家属批评是秘密审问。今日10点要阁继续开庭。来关心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宣布讲，打算要伫咱台湾设代表处，而且立陶宛国会伫2月份的时嘛通过决议，支持立陶宛脱离中国主导的17+1，也就是中国甲中东欧17个国家合作的机制。那比利时的议会今仔日嘛通过决议，要用行动支持咱台湾的民主自由。立陶宛媒体报道，立陶宛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讲，立陶宛正计划伫台湾成立经济代表处，扩展甲台湾的关系。对此，咱外交部回应讲，有注意到相关媒体报道，对甲台湾友好关系想法拢欢迎。但是有关于立陶宛的国会人士具体有提到说，立陶宛政府规划要在台湾设立代表处的事情。对这事情，外交部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可以分享。立陶宛国会伫咧2月就已经通过决议，支持立陶宛脱离由中国主导的17+1，也就是中国甲中东欧17个国家的合作机制。因为担心中国一带一路的策略会造成欧洲分裂，立陶宛外交部长就捌批评这个机制。另外，有关于立陶宛是否考虑脱离中国跟中东欧17国的17+1合作机制的事情，来深化对台湾关系，外交部门对于立陶宛的外交决策也没有评论。另外，比利时荷乌区的法兰德斯议会伫初3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法兰德斯区加台湾的关系，也个台湾国际地位决议案，要求区政府应该采取行动，并且甲欧洲联盟合作，支持台海区域的和平稳定，也个台湾民主自由的体制。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1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56万人。咱来看详细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958例。中国嘅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7万例，日本是超过43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已经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940万例，印度超过1100万例，巴西是超过1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20万例，法国是超过384万例。美国第3期紧急核准的矫正预防射，即马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注射。另外，美国总统拜登针对德州为着要救经济，决定讲唔免强制挂喙安，这个决定，拜登认为这决策是大错误。今年67岁苏珊·麦斯威尔川宝伫纽约长岛一间病做有风射，是这间病摕到矫正有风射了第1位做的。So I'm very thankful. It makes me feel that I can go out now. You know, I'm still wearing a mask, but at least I can get out and do a little bit of food shopping and taking some of that responsibility off my husband. 伫苏珊进前，俄亥俄州立大学就已经有一位86岁妇女史马伦伯格做过，伊是全美国第1个做矫正的有风射。矫正有风射已经向全美国真侪地区配送400万吨，为了要加速疫苗的生产，美国政府启用国防生产法。和默克药厂甲招商合作，总统拜登讲，一直到5月底，全美国成年人的有风射未欠货。伊吹三也针对德州为了要救经济解除肺炎令，讲，即马上重要的就是遵照科学。I think it's a big mistake. Look, I hope everybody's realized by now these masks make a difference. We are on the cusp of being able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nature of this disease because of the way in which we're able to get vaccines in people's arms. And the last thing we need is Neanderthal thinking. 共和党籍的德州州长艾伯特催你签行政命令，随即开始取消肺炎令，并且准企业全面重新营运。伊讲，德州有真侪人失业，伫有风射注射率增加、带疫率下降等条件下，甲德州开放。德州也是美国取消肺炎令上大的州，密西西比、密西根、路易斯安那州也拢取消肺炎令。华盛顿邮报评论讲，艾伯特安尼先做危害德州甲其他地区的健康，决定了伤早伤凊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来瑞典南部一个小镇传出攻击案，上无是造成8个人受伤，嫌犯是吊枪送上病院。警方认为应该是一场恐怖攻击。根据外电的报道，嫌犯是一个20多岁的查甫人，伊骹腿着枪，目前已经送病院。互攻击人有人是轻伤，有人是重伤。美联社是报道讲，嫌犯那亲像是野捕头共攻击，也阁嘛有其他媒体是报讲伊是野刀啊。因为伫2017年，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捌发生过伊斯兰的分子开卡车弄过路人，造成5个人死亡的案件，所以当地警方唔敢大意，认为这站嘛有可能是恐怖攻击。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详情咱做回来看世界。Google 公司宣布讲，明年开始要停止追踪用户看过甚物网页记录，嘛未去建立亲像是在追踪的软体，会改变网络广告的形态。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讲，要加紧新型冠状病毒预防射生产的速度。美国嘛打算伫5月底之前，会摕到有够额的预防射，互全美国的大人拢会当注射。来看法国昨昏宣布讲，因通过中国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播送执照申请，这代表中国官方媒体节目会使继续伫欧洲，包括英国来进行播送。来关心中国禁止咱台湾的往来，也毋过美国、日本、加拿大驻台代表拢伫面册支持咱台湾往来。总统蔡英文表示感谢。若民进党南部4个县市首长嘛组往来台湾队，呼吁乡亲要往来挺农民。美国在台协会二边啊，囥几啊粒往来。AIT 处长李英杰嘛甲往来翕相，而且标注团结爱往来来表达消停。即个中国禁止进口台湾往来，各个驻台单位拢替台湾发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嘛伫咧人面册铺代表专入台食往来相片，国讲官社的杜志当伫咧开发往来新的菜单。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讲，介意披萨点馆的往来，尤其是为台湾来的往来，响应自由往来的活动。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感谢我们国际友人的支持，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国人团结力挺我们台湾的凤梨。那危机就是转机，面对每一次的挑战，台湾都不会被打倒，反而会更加的强大啊！
总统蔡英文伫民进党中常会表示，面对无合理的贸易规范、无合理的措施，台湾一定会更加团结。民进党家己台南、高雄甲屏东4个地方首长嘛组往来台湾队，希望县市之间会当互相相敬，做伙解决产销的问题，大声话要往来挺农民。借着许许多多国际的关注度，大家的这个推广度，能够让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好朋友能够吃爆台湾的凤梨。也建议主席我们这几天在至少1个礼拜应该把我们的党徽里面中间那个台湾把它改成凤梨来挺我们的凤农即马政府叫大家做伙要往来。民进党表示，比间企业甲社团做伙响应了后，各界是拢真支持。包括世界大商总会、台湾邦屋、甲扶轮社等等的企业甲社团，目前总计驻门超过60栋。也若往来产季是为3月份至7月份，呼吁大家会当分批来买，继续做伙支持，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变成的网络红人网友，进前是对外讲伊有心啊。高雄市的卫生局长表示，网友本人有去卫生局接受问话，伊坦白讲，伊其实无有心，拢是黑白讲话，所以即马要互移送法办。网友进前是伫网络顶头分享讲伊有心啊，伊无主张，也毋过讲伊讲伊有去做人体试验，佮打出伊做产检，也佮超音波的相片，甲有心的妈妈才有的妈妈手册。卫生局表示，伊家己坦白讲，这拢毋是伊的，因为已经违反社会就是维护法第63条第1项第5款散布谣言，影响公共安宁，所以即马会互移送法办。另外一站，这是总统府前发言人丁英江涉嫌性骚扰的风波，监察院的调查了后，认定伊伫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时行为无端正，全通过弹劾。马上听解委员听解法院，3分法院规定，伊甲伊的看守拢做伙出庭。针对监察委员认定伊性骚扰的部分，伊全部拢否认。伊的太太嘛认为讲，这拢是政治对杀。总统府前发言人丁文江伫因看守的陪同之下，同齐出庭。这嘛是伊涉及偷窃风波了后头一届出面，因为伊防指控咧做高雄市新闻局长的期间，行为无检点。敢未立案调查，认为这个行为构成性骚扰，损害政府的名声，认定有失职，弹劾通过。以上听解法院，初三早起头一届召开言词辩论，并不像是监委说的，我主动单方面去联络对方，而是对方主动来联络我，包括说有的时候说想见面，有的时候说需要经济上的援助，那我也给予支持。那结果这样的支持却变成性骚扰。我觉得非常的不合理。丁文江承认捌伫办公室等等的所在，甲交往的大号歪的女性发生无适当的行为。不过，针对监察院讲伊性骚扰，是表示不服。因因看守阁提出证据，批评监察委员敢若以高频的讲法，都甲丁文江按一个性骚扰的罪名，无咧要依事实，交代因翁婿毋若持续受到政治的对杀，甚至去有规个社会对杀。明明只是单纯的2个人的感情纠纷，为什么会变成需要有国家公权力来介入？难道现场的每一个你我他在感情里面发生的事情，都要由国家来评断谁是对谁是错吗？这个丁文江涉及的偷窃风波，去互监察委员指控涉嫌犯性骚扰，若是去互天界法院认定确实有过失，可能会面临到包括上当免职、未当搁做公务人员、撤职、薪改、剥夺或者是减少退职金等等的处分。要若结果安怎，会伫3月20日宣判。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保护海草大的公投人数，环保团体讲，因已经收到35万份的安全数量，希望会当清关到45万份。若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若准公投通过，就袂去第3天然气的接收站，也毋过安尼就会欠电，欠电问题就要减少土炭，安尼可能会增加500万吨的土炭。珍爱海草大公投人数还阁伫进行当中，目前人数的数量大大增加，挂号送到位的人数量嘛袂少。环保团体初二暗时宣布，人数的数量已经达到35万份的安全条件。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突破我们的就是安全份数的目标35万了。那昨天收到的份数是5万多，因为今天其实信件也是很多，所以我不知道，或许我们这1-2天又可以突破我们第二阶段的45万目标。面对人数达到法定的条件，
经济部长王美花强调讲，会尊重公投的结果。假设这个大潭的这一个没有盖起来，那南北调度，那这个对供电的安全上面，风险是会比较高。那更重要就是我们现在非常努力在对中部甚至高雄的这个减煤那非常有可能这样的努力呢，就会再回头。王美花讲，为了卖出现欠电的问题，代替方案可能会是减少台中火力发电厂空气污染期间的降载量，这是经济部无希望看到的。针对这个讲法，环保团体认为讲，安尼等于是甲大潭甲中火白做伙，嘛警告讲，增加烧天然气、减少烧土团的政策，可能会行倒退。这样的讲法就是会让人的观感很不好，因为它会让一直觉得说你是用恐吓的方式，或者是用一种口号的方式来，就是说阻挠也好，或者是反对公投也好。用燃气做基础，你其实用燃煤是没有办法，就因为燃煤没有办法快速升降。燃气才有办法，所以它会需要很多燃，而且存量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流量的，因为电在发的时候是时时刻刻要平衡。如果只是说我今天盖一个燃煤电厂，然后我供电给它，电总量年的发电量达到就好，没有那么简单。海草大公投人数真紧就达到目标，前环保署副署长，也就是詹顺贵律师，嘛伫人面册讲，人数达到目标是双方各一届沟通的开始，呼吁政府甲保护海草大的团体，唔通干那计较输赢。双方都要面对面坐落来好好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徛伫基隆火车头170档蒋介石的当上已经互拆掉刷走，也毋过当上要拆进前，却去互破拆写字，警方即马当地调查。蒋介石当上用锁绑条的出来之后，结果转去，顶半身落地草埔，只剩下半身留伫底座，头是摔断去。这当上徛伫基隆火车站头前的圆环，将近70年，是毋是拆掉过去证据真济？基隆市府为打造国本广场，再去拆掉。因为这个原定的拆除计划也是配合我们基隆市的国门广场的计划，跟我们天桥拆除的计划一并来进行。基隆市府原本拍算刷甲桃园如何，不过即马长三载引起外界关注。它类似把铜像的下半身当做一个基座，然后整个灌起来。所以我们刚才你看换了2次吊车，因为它是2段式的结合啦，所以整个拦腰被拉断了。不过伫拆进前半暝3点50分，当上互人喷柑仔色油漆，底座搁被写台湾建国企图维权，卡接片也被喷清算到底，实践证据这字。警方甲派警力到场介入，夜调监视器发现有3人涉案。疑似泼漆的人士，那我们现在正在厘清这个整个案情，那查证他们的确实身份。那这是涉及什么罪？这个初步研判是应该是有毁损。拆4点钟，搁出动2台吊车，过程中搁害去。公务处强调，这当上年代已经真久，针对要留伫基座顶悬部分有卡甲基座，会找厂商卡掉或者是锯开，然后搁送到驻湖做进一步的修复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桃园这稳定线是有真侪证据，反对丁秀的民众，即支桃园市政府无照片照行，要去丁秀因的土地去做捷运站。昨昏呢，反丁秀的民众也有民间团体，就伫内政部头前开记者会，望桃园市政府爱暂停土地丁秀。反征收，护家园，护家园。桃园捷运绿线的土地征收审议3月初3伫内政部举行，审议会开始进前，民间团体甲反征收户伫内政部头前开记者会，讲以前桃园市政府承诺会尊重民众意愿，袂强制开发，想不到今麦煞变卦，要伫因的土地开发G09站。那你在已有的公有地，跟本来有的这些红色的已经同意联合开发，里面做出入口、做通风井，不是就 OK 了吗？为什么特别刚刚好就是在这几户里面？桃园捷运工程局表示，G09站已经用上精简的方式设计，而且嘛已经优先使用中蓝色的公有地，甲已经协议摕到粉红色的土地。不过，也是需要向居民征收柑仔色的部分来完成设计。而且因为G08到G10中是地下段，距离嘛真长，评估到安全问题，所以一定要设G09站来因应火灾这种意外状况。他们官员每次来都说，你如果反对的话，这是重大建设，你如果反对，
我们政府还是有办法，最后是征收。桃园捷运工程局综合规划科的科长对此表示，是联合开发甲土地公价拢无法度达成共识的状况之下，才会行到土地征收这种有强制性的手段。若是真正行到土地征收这步，会用迄片土地的市价来补偿地主的权益。记者郭碧君、张永水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咱镜头来台南后壁的泰安宫奉祀妈祖，嘛有全国111的神奇宝贝，就是放伫庙里大殿，互信众参拜的猪骹。这猪骹是妈祖出巡的时，开路官绑伫开路官分树顶的。现此时已经有留13支猪骹，历史上久的已经有54档。我面上所看到这一站一站摆甲整齐物件，就是下加东太阳宫妈祖的宝贝神奇猪骹。这是妈祖出巡要境绑伫开路官身躯顶的宝贝。咱的神奇宝贝啊，就是咱的神奇猪骹。咱猪骹吼，每一遍出巡的时吼一定爱去取咱一只猪的头前的正骹。咱若绕境转来，拢自动放伫咱的殿前，咱庙内。自动烘干，不加什么防腐剂，什么都不加。除了猪骹以外，妈祖婆出巡的时，普遍的开路官拢是报马啊，但是对太阳宫加藤妈出巡的，煞是号做破味官。民众表示，这是因为加藤妈是黄袍妈祖，天界身阶搁较悬，破味官手提马鞭，穿黄衫，甲白色腰裙，随身载猪骹、韭菜、葫芦。开路为妈祖婆破除定情的一切障碍。伊的作用就是讲，若假使出门的时候，会当一寡有形无形的，会当拍煞掉。那么，若假使讲咱去绕境期间，有队伍的人员、工作人员，若假使讲热着，食了腹肚无好，咱妈祖咱的破味干。随身的猪骹会当菜甲收惊甲消灾解厄。抬到绕境圆满，破味官所在的猪骹就会供在太阳宫的大殿。民众表示，到达已经留13支的猪骹，历史上久的已经放50几年啊！而且一般的猪骹真紧就会臭烂去，但是破味官所在的猪骹对绕境行遐尼侪工，摆伫大殿竟然都毋捌腐败。当有需要，只要跋杯得到妈祖婆的允准，就会使免费收惊，用猪骹来消灾解厄。这神奇猪骹也已经变作是下加东太阳宫的镇殿之宝。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赶紧来看，要看动物大搬耍，毋免去非洲，伫咱台湾就有。台中乌日的步环边，逐工拢有牛阵的规定，在行做伙。后壁卷起来的土刷鹰也看起来场面是真惊人，因为真侪人专工来遮看，所以附近就到塞车，嘛到出车祸，所以提醒民众要去看，嘛要注意安全。土刷阵阵像上天，一大牛阵做的牵线，同齐去到河边食草，有当中啊，佫会撩客，看起来气势十足。人讲一生当中，定定爱观赏一摆的动物大牵线，即马毋免飞去到非洲，伫台中乌日爆花一搭，就有法度看。这就是饲一寡，就是像饲个赤牛啊，饲一寡水牛，可能人个肉牛啊，啥货咧，足侪人拢来看。伫台中乌日爆花附近，逐工拢有200多只牛伫溪边洗身躯、食水草，也黄昏的河边，随风摇的竿网，佮有牛阵同齐牵线。目睭所见，袂输去到非洲，伫咧空快的草坡，游上风光。遮尔特别的光景，也吸引侪人到地摄影。毋过人一个坐，真去到桥顶、道路，若阻碍交通，甚至发生事故，引起相关单位的注意。但是我在这边也要呼吁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啊，因为来这边拍照，有时候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还有我们车辆行车的安全。毕竟在溪边、在堤岸边，其实也是相当危险的。地方表示，这200多只牛是中华的农民放饲的。目前河川局并无禁止农民放牧，提醒民众若想要行脚到，定着爱注意安全，也要顾全防疫，挂喙罨，避免甲人相克。记者综合报道。台师大婚林同乡会学生囡仔真有心，逐年拢会登去婚林偏乡的国校啊举办营队，甲囡仔分享伫大学的生活，也佫学到的知识。今年学生囡仔这团队是选伫石榴国小，嘛专工设计活动，互囡仔兄囡仔这是算甲真欢喜。小
小声哦，不要惊扰异世界其他东西哦。一大群囡仔客做伙，斟酌咧解谜题，这是伫咧森林倒落的石榴国小。这个囡仔得要想尽办法，找到通关的关键，才会当离开这间教室。第七在我这，第八。刚刚说他是第几集？哥哥姐姐们都很用心，带我们玩了很多的游戏，团队合作可能会找得比较快。超好玩的，要动脑一下，而且要观察一下四周什么东西的。这是第四代森林东乡会学生所举办的营队。今年唔但是国际甲家乡的文化，也佮规划阅读、科学实验，甚至佮设计密室脱走等等的主题活动，让这囡仔哪算哪学，欢喜甲喙笑目笑。找一找我们的偏乡小学，然后去进行我们的返乡服务，设计的简易版的密室逃脱，可以让他们训练他们的推理能力啊。小朋友都玩得非常开心。那重点是说，在玩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在学科方面的知识。第四代森林东乡会学生讲，逐年回来故乡的国小办营队，是因社团的传统，会当回馈予故乡，甲囡仔分享因伫大学所学到的一寡知识，是一件真有意义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咱来关心台北市的卫生局抽查市面上钱柜也是烘过的脆食面，其中莲花食品生产的卡迪娜、美玲鸡饼、天妇罗的口味，互验出丙烯酰胺超过建议标准，可能有致癌的风险，要求业者要即时改善。这一种卡迪娜全天然洋芋天妇罗口味被台北市卫生局查出丙烯酰胺含量超出卫福部建议单，业者已经自主回收被查出的13件商品。卫生局强调，丙烯酰胺不是违法添加，是食品底钱或者是烘过程所形成的不剂。不过因为超过建议单，也要求业者改善。我们自己抽验到的数值有超过其他同样的业者自行送验，虽然在同一个批次或者是同样品名的产品。它的数值大概有所谓的500啊、700或800之间哈，所以也都没有超过，所以有可能推测是在马铃薯在运送哈，或者是在制作投料的过程中碰撞。业者莲花食品发表声明，丙烯酰胺所在一直是公司品管的重点，不过美玲鸡是天然原料，会互做出来物件伫丙烯酰胺所在无同。政府公告参考单爱伫1000 ppb 以下，即摆被检出1202ppb， 公司自主检验共批产品所在是754 ppb， 判断是原料美玲鸡受成熟度无同所影响，未来会加强管控，搁受理消费者退换费。动物科医师表示，国际癌症研究已经确定丙烯酰胺对动物有致癌性，虽然对人体无直接证据，不过建议民众食钱甲烘的物件，唔通先过炒回答。像这东西其实并不是业者把它加进去的，它在烹饪过程当中有一些化学反应高温而产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的洋芋片或我们的薯条，如果说薯条的话，炸得比较黑、比较焦一点。那就说温度比较高，时间比较久，当然它产生丙烯酰胺含量也会比较高。医师建议，伫厝烘或者是煮物件，温度唔通伤悬，控制伫170度以下。物件小可黄色就会使。另外，避免伫煮进前压糖，则袂互糖分拄到高温，也可能产生丙烯酰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经过20天了后，即马阁有石虎囝出世，即摆是生3只，来看因的骨髓款。石虎冰冰做妈妈咯！台北市立动物园宣布好消息，冰冰伫7日下晡接近4点的时阵，家己行入动物园所设的箱仔内底生囝，5点外生3只小石虎，这是园内超过20年，搁有台湾本土濒危物种石虎生产，迎接新的生命。3只里面有1只特别大只，然后另外2只差不多大。那这要继续观察下去。如果有哪一只个体是体型明显稍微小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想办法去协助。动物园表示，过去收容袂少石虎，不过甲人共款有适婚年岁，错过生团机会。了后参加林务局野生动物救伤收容计划，甲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合作推动石虎保育生态。伫园内石虎小鱼甲冰冰看甲网，追踪冰冰的荷尔蒙变化，确定伊有心。荷尔蒙一直居高不下。当然，因为它体重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大家就在开赌盘讨论的时候就觉得说，到底有没有啊？是不是假警报？或者是就算有可能生1只？
平平有生囡仔经验，即摆生3只只用2点外钟，按过照顾是真辛苦。保育员除了特别注意每一只细只就好的饲养的次数甲时间，也为平平增加食物量，补充营养素，确保小就好拢用顺利大汉。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立图书馆目前在进行整修工程，为着要让民众在这段时间买使借册去看，文化局是专工加强自动图书馆的服务。内底上侪会当放350本册，民众只要拣好家己要借的册，敢用证件、输入编号，轻轻松松买使借册甲行册。选好想要借的册，甲号码起了，免偌久的时间，连咪会使摕到家己要借的册。这台自动图书馆内底，唔但有300万本册会使借，而且操作真简单，一个人一摆上侪会使借4本册。可以想要借书的时候，就是在一些图书馆进行休息的时候，还是可以来借一个这样子。对，就是比较方便。那疫情期间，所以就是比较避免去人多的地方，那这样子自己借阅也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这样。是民众的一些借还书的情形，然后我们会固定就是常态时间一段时间会换新的书目的部分哦，那也会趁这个机会观察说民众喜爱的一些书籍的取向的内容，那我们再做一些滚动式的一些调整。除了有实体的册会使借，新竹市更有设在意的点，提供电子册服务，民众透过手机啊、平板电脑。会使在线顶看超过1万本免钱的册，市民朋友也可以凭着行动载具啊、平板电脑等等啊，就可以去下载观看超过2000本的杂志，还有1万本书籍的部分哦。这个部分也欢迎市民朋友可以多加来利用。根据国家图书馆统计，连续2年，新竹市是6都以外民众借册数量的冠军。目前新竹市有2台创新自动图书馆，未来打算会有第3台，让民众借册更加方便。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看对英国来到咱台湾马雅各医师对咱台湾医疗宣告几乎的名号。今年是以过往100周年做基，这礼拜伫台南有举办纪念活动，有音乐会、嘛有文物展览，要让民众了解伊对咱台湾的付出甲影响。伊就是马雅各医生，伫156年前来到台湾，因为有伊，台湾才开始有西医病院、台语罗马语教学，训练台湾人做医生，训练台湾人做护士，训练台湾人做药材方面的。要安训练？迄阵啊，无教育无普遍，所以就是用罗马字、白话字啊，就是咱的台语。要学汉文，毋是遐尔简单的，所以就想到这无简单的字，变怎互这个语言来较简单？所以就用罗马拼音，有无？从我开始来教这个台湾人，后来伊阁翻译圣经。即马伫台南新老病院外口有一座马雅各铜像，这是台湾第1间的西医病院，伊就是创办人。其实伊伫1864年踏入台湾了后，过2年是来到台南仁爱街开第1间的西医馆，替人看病宣告。另外，伊伫台南嘛创办第1间的教会。伊伫台湾才短短8冬，毋过对医疗、文化甲教育拢影响真深。那在当中，他把新竹医院带起来，那他把西方的一些卫生观念就带到台湾来，所以台湾当时是说在比较落后了，在卫生方面是感染病非常多。今年拄好是马雅各过往100年的纪念，所以这礼拜伫台南小连续举办活动，毋但有纪念展，展出文物甲影像，发行纪念邮票，音乐会嘛会使带民众打早马雅各英过宣告的所在，就是希望台湾民众会当学习马雅各医生爱人、疼人、愿意付出的这款精神。记者陈嘉文台南报道。那印度的亚洲赛，即马是敢若剩几若百只尔，因为嘛钓狗仔济，无生产地，出现财政的危机。3冬来是哪注意风社哪咧找新的休困地，要互即阵遮尔请领的万寿之王有一个健康的新厝。
这批狮仔坐咧也是徛咧，有诶咧爬下，远远坐吉普瓦诶游客是看甲神。这是位伫印度西北部诶古吉拉特邦所属诶吉尔国家公园保护区。捌伫地中海东岸甲印度北部真大区域称王诶亚洲狮，伫头帕拉甲彩色地方破坏上重打击。100多年前诶20世纪初期，捌只敢若剩20只，好佳在印度当地保育工作有成效，亚洲狮诶族群数量渐渐增加。Last 2005 में 523 लायन थे और अभी लेटेस्ट 2020 में जो लास्ट काउंटिंग हुआ उसमें 674 लायन है तो धीरे-धीरे लायन के नंबर बढ़ते रहे。不过，伫2018年传出的犬瘟疫病毒疫情，互保育人员真紧张。It is quite common in canids, which are dogs and wolves and jackals and foxes, but it has also been recorded in a wide variety of other species, including lions. 专家紧张毋是无理由，因为1993年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犬瘟疫疫情，导致当地大约3000只的狮仔死1/3，所以3年前印度也出现病例了后，保育人员就展开防疫大作战，首先进口专用疫苗，互每一只健康的狮仔至少注3剂。不过，安尼也无够，因为病毒的可能来源，包括伫印度被看作新型袂当侵犯的牛，国家公园附近都有牛群活动，所以有保育人员主张将活落来亚洲狮规批刷到新的保护区，管理病毒来源。不过，除了涉及地点歹找，保护区当年吸引55万游客真大商机，也是古吉拉特邦地方政府无愿意放手的重要原因。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那澳洲这2冬是因为森林大火，火烧山迫害真侪动物的休困地。除了新闻照得报的无尾熊，其实当地也有一款特有的鸭喙兽，嘛出现生存的危机。保育团体即马正在去全世界头一个鸭喙兽的保育中心，来抢救这款动物。澳洲第一位鸭喙兽，喙敢若是鸭尾仔共款，看看扁扁，四只脚摇白。身躯顶的毛苍苍，看起来真奇怪，也毋过真古锥。主要分布伫澳洲东部的溪流，会伫咧河边乌坑大。也毋过澳洲这几年火化严重，搁发生野火，真侪野生动物的栖地被破坏，鸭喙兽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澳洲的动物团体即马伫替因建一个庇护所。This refuge will be able to take up to 65 platypus in a time of crisis. Right now,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about the platypus, and we know so little. These facilities will be critical in building our knowledge so that we don't let this iconic creature slip off the earth. 伫最近30年来，鸭喙兽失去22派栖地，人类建水坝造成河流被切断，火化造成河道路大闭，野火摧毁因食物的来源。种种原因，拢互鸭喙兽陷入濒临危险的困境，正需要进行保育。这个伫咧新南威尔斯西部一间动物园内面的庇护所，是全世界第一个鸭喙兽保育基地，会伫2022年进行完工。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啊，日时温度会回升，也毋过早暗较凉。今日伫西半部到大部分嘛较低，若中南部是因为空气品质无好，这拢会影响能见度，所以乡亲驶车爱细致。最后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到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众亲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